全国3级警戒当日施行，民众是无代志袂出门。连观光地区内湾老街内面的台湾戏院也风声讲，受到疫情影响，正是要收起来。火车来甲餐厅，阁会使使用的物件载走。台湾出名的景点台湾戏院，游客来到这一定会来翕相的所在。几当前因为时代改变，改做餐厅，不过这个受疫情影响。头家讲，逐个月拢得烧钱，实在动袂落去啊。从疫情爆发以来，到接受到说3级警戒之后，我们的营业额到目前为止都是0，因为我们这是观光区，完全没有游客，我们也没办法做外带，因为这边没有外带的厂商嘛，所以我们是过得真的很辛苦。每个月的生活开销跟营运开销都要100多万，没有办法去弥补这个空损。各细来台湾街啊，店头大部分拢选择休困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即卖台湾老街。比起过去实在差真多，快2个月啦，一点收入都没有，纾困我们也得不到啊。疫情虽然还没有结束，可是我们陆陆续续听到，都有不少的店家及摊商准备要收摊，或者是转移他们的店面，好，或者是要退租之类的。当然，主要部分都是因为租金问题。好，这段时间对我们内湾对于疫情复苏的那条路，其实会变得更遥远。去年疫情开始，各行业拢受真大的冲击，真无简单。甲挡到今年，希望状况会使较好。想袂到疫情煞是愈来愈严重，即马大家只希望疫情赶紧转好，生活才通恢复正常。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。